的免息活动、返现活动等，资金到位换刷就行。好的，那我回去试试。
来比赛，先，还有那个谁，我得赶紧跑了，不能再让他们戳你啊！走走走，走，回家。你跑什么呀？上次说是让我尝尝你们的手艺，结果吃了我一只山羊，让我被爸爸骂一顿。这次有多大的一个吃货，他带着吃的，我能不跑吗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吃货，吃的货。哎，不过开玩笑，你现在那些公司把他当饭喝，走。真的吗？走。Thank you.